主任也不管你了吧？啊？唉，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了。说吧，这回打算回来待多久啊？你跟麦克到底怎么回事？啊，大姐，你真是我大姐，你今天能不能别问关于我的问题啊？好吧，你要实在不愿意说呢，那我就不问了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呗。干嘛？反客为主啊？哎，不，今天你带我参加那走婚俱樂部什么情況？神叨叨的。我们这个城市走婚俱樂部，是一個給女性從生理到心理全方位愛撫的一個組織。你以為你的頭頂上戴着光環呢？是。不過，我想請問，頭頂上戴着光環的幼稚小姐，其中有一項男人的技能要比女性強，是指哪一項啊？好吧，看在咱倆10幾年的交情上，今天我通通告訴你。什麼東西？走婚俱樂部，城市走婚倡導者。嚯，神一樣的組織啊！喂，神一樣的組織。嘿嘿嘿。